221个学生，总共有7个教学班。那时候路也不通，电也没有，那个时候生活各方面的话很艰苦。那冷的呀，直接是身子麻掉的那种。煤烟中毒，然后是加上高反，抢救2个小时，我也活过来了。哎呀，就为了孩子们。我叫庚嘎，是马多乡曲马来县马多乡中心寄宿制学校校长，我已经在这个学校里面已经9年了。这个马多乡是曲马来县的最远的一个，离曲马来县的这边有220公里。然后这边的话，牧民的话就是怎么说呢，生源比较那个集中。如果我们这边学校撤掉的话，这边周边的牧民就没地方上学了，然后他们到县上去上学的话，就是代价比较大了。这就是我们以前的老校址。这个老校址的话，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有那个图，就这种图不是有吗？这种硬的这种剥下来方块切完了之后，然后垒起来的。当时真的说是那个老房子那些的话，就是，哎呀，不挡风不挡雨的那种。里面设施设备那些啥都没有，就是一个黑板，一个就板凳几个就那样的，然后他们就是那样上课的。然后那时候路也不通，电也没有，那个时候我来的那个前1年吧，这边才有信号。然后冬天的话就是滑那个冰吃水。是那样的，就是很艰苦的那种。扩建到这边来了，这个是综合教学楼，这边是一个篮球场，然后室内篮球馆，那个是洗浴中心，然后这边是女生宿舍楼，后面那个是男生宿舍楼，这个红色的那个是我们的教师组长房，然后这个是500平方的学生食堂。比起以前的话，现在真的条件，现在硬件设施设备，国家的房屋建设，然后配备的设备都真的特别的齐全，特别棒。所以现在我们这边学习环境好了，学生的学习成绩也自然而然提上来了。好，给多吉人君掌声鼓励。好，看一下我写的100。好。이거 교수가 생각하는 때리 아마도 뒤 어떤 장로통이 치라치 뭐 어리 네. 从线上到这边的话，要花1天的时间，自然条件很艰苦。我到这边来的时候，我第一次见野毛驴，你知道吗？我第一次见那个黄羚羊，那个是吧？我第一次见，我在路上惊呆了。生活条件各方面的话，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老师们炊事员一请假，老师们就饭吃不上，一边要做饭一边要上课，然后就是时间特别紧的那种。然后你知道这边的话资源比较匮乏，整个曲马来县的话，这个地方是应该是最艰苦的一个地方啊，谁都不想来呀。所以这样一来二去的，
没人来，老师不愿意来这边，然后就导致很多东西就落后。写一个71。啊，好，同学们看，什么专题写的好看不好看？不好看。啊，来，句话一错，上黑板写个71。我刚来这个学校的时候，因为只剩我一个汉族，听不懂藏语。我记着我刚上的第一节课，我全程说汉语，因为他们对这个藏语他已经听习惯了。我刚上课的时候，他们觉得就感觉这个汉语听起来特别的好玩，然后他们一开口就笑。我说那我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就开始黑板上就开始画吧。然后教语文的时候，我就对那个字的笔画，我就给他们一笔一画，然后一个字是怎么写，然后这些它的结构呀等等，就是一遍一遍的给他们教。这样的话，他们就慢慢的就适应了，然后他们对这个语文也有很大的一个兴趣。风雨，送春归，飞雪迎春到，已是悬崖百丈冰，犹有花枝俏，俏也不争春。我来这个学校的时候，我就觉着我们的孩子虽然就是说生活在海拔4000多米的地方，孩子的那个认知的方面，他只能是通过老师给他教多少，他能就是说懂多少。但是这边的孩子他也有一种求学、一种求知的一种精神。这个就拿我们班的一个西莫伦巴来说吧，她虽然是一个马多乡这边的一个女生，但是她对这个阅读方面她读得特别厉害。上一次考英语的时候，她能根据英语还有汉语还有藏语这3种语言之间的关系，她能把英语上那个作文她自己能写出来。我就觉得一高原的孩子，虽然我也没见过什么是英语，但是我就通过老师学的还有我自己的认知还有等等，我能把那个作文写得特别好。已是悬崖百丈冰，犹有花枝俏，俏也不争春，只把春来报。待到山花烂漫时，他在丛中笑。虽然我是一个汉族的老师，但是老师们都很团结。我来学校总共发生了2次高反。去年的12月16号，也是我来这个学校保住生命的一次。那天晚上煤烟中毒，然后是加上高反，我一直坚持到天亮，然后校长给我买了氧气啊、药呀什么的，抢救2个小时，我也活过来了。所以我特别感谢学校老师对我的付出。再加上我的学生，我在这边生活上可能有很大的不适应。我的学生每个星期6和星期5下午回家，他来学校的时候，他也会带一些他们家里面的一些吃的。他有的时候会，老师你喜不喜欢吃我们这里的糌粑呀什么的？我说我吃不惯。然后他们有的时候会家里面去给我带一些牛奶呀什么的，然后我一直就坚持到了现在。所以我特别感谢这个学校给我个人付出的很多很多。平时吃的多吗？不多。
户去生活，然后就是在寒假那些放完之后，到农村那边去，然后放牧，基本上都是吃不到的。想着说让他们表现好的话，就是给他们奖励一些，能让他们一个在这个环境当中能开心快乐的生活。虽然说工资不是那么高，但是我也可以就是用自己的那些钱，然后就是给他们买一些就是他们喜欢的东西，然后他们就特别的开心，然后之后也是特别努力的，他们也是，然后就是对于成绩也是有很大的进步。因为家里远的有100多公里，因为是土路嘛，你100多公里，像县城内线的话，你100多公里的话，也就2小时到了呗。但是像这边的话，最起码得4个小时、5个小时。就前几天下的是大雪，然后有些车是直接陷到那种雪里面，所以就没法来接孩子，并不是那个啥家长不疼孩子啥的，因为以前自己也是寄宿制过来的，知道想父母的感觉是什么样，知道想家的感觉是什么样。同样他们也是寄宿制，想家的感觉我也知道，他是父母的心头肉，也是我们的心头肉，所以我们要做到就是就算是自己磕到碰到，也要照顾好他们的那种心态去看。发球，哎，过！过！哎，好的。看一下他们的眼神，真的很不一样，洁白的那种。他们只要就是说在学习方面能用心刻苦的学的话，就说他们的未来也不是一个梦想，就会是自己的梦想。今年乡政府要通电，一旦来了电的话，真的我这个地方啥都不缺。我希望的话，我们的孩子们多出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，考上大学之后回来造福我们家乡。真的，我的老师真的很棒，真的，我的学生也很棒，真的。This is CGTN Radio. Hear the difference.